個幾月之前咧，我個肚真係大到好似就快生得咁啊！但係而家我個肚終於平翻啦，唔係生咗啊，而係呢個幾月我好認真咁去試呢一套 MCT 代餐啊，因為我就見到係營養師推介啦，而且個效果咁好，我先買嚟試。佢就話 MCT 咧其實係椰子油入面提煉嘅一啲靚油啦，幫助我哋促進新陳代謝。好似呢款 MCT 咖啡咧，佢就話飲咗之後做運動咧，可以幫助我哋提升5倍燃燒脂肪率啦。佢仲有另一款 MCT 奶茶啦，同咖啡一樣咁香濃啊，兩款我都好中意啊。其實呢個系列嘅代餐咧，佢有別於一般嘅代餐啊，我覺得係非常之人性化嘅。佢係可以配搭埋其他嘅嘢食啊，好似早餐我會配搭埋雞蛋啊同 Greek yogurt 嗰啲一齊食啦，真心快靚正同飽啊！最正係 lunch 啦，佢知我哋好忙啦，我係唔使食代餐，照食街外嘢噶。到下午茶又可以整翻杯 MCT 咖啡或者奶茶。晚餐我就會飲呢隻可味嘅 MCT 代餐，一杯已經有齊晒均衡嘅營養素，我會用佢嚟代替主糧啦，再加埋菜同埋肉咧就好飽噶啦。最癲係佢仲有宵夜俾你食啊！佢話如果我咧仲可以飲埋呢個抹茶味 MCT 代餐，飲咗會好瞓啲啦，同埋皮膚都會靚啲啊！其實以上嘅食法咧都係呢位創辦人啊，即係營養學博士啦去教我㗎咋。除咗好科學化之外咧，仲一啲都唔難跟啊！認真咁食一段時間啦，個肚腩真係好自然咁樣縮細咗。除咗體重下降啦，我最開心係連內臟脂肪都減少咗。我會繼續食落去㗎，因為有效啦，唔使捱餓，仲要好味喎，我好中意啊！所以我決定幫佢開團。除咗優惠價之外咧，而家買指定套裝仲送你營養師配搭嘅神秘餐單，教你點樣食最 work。再加碼送多一份我嘅獨家減脂餐食譜。有興趣留言 MCT，我將團購連結 send 俾你。